台灣可愛教主楊丞琳喺8月底嘅時候，曾經透露接受咗一個唔細嘅手術，經過近2個月嘅靜心休養之後，21號終於復工，喺北京舉行有且音樂思響時刻活動，以私密聆聽為概念，喺獨立唱片行入邊舉行。現場唔可以影相同錄音，觀眾可以透過耳仔同埋心去感受音樂嘅溫度。現場仲首播咗全新跳唱單曲 Yes But MV 入邊有多個造型。當中有一個露 bra 嘅跳舞 look， 相當大膽啊。Rainy 活動之後亦都有分享，佢話係近年嚟佢參與過嘅活動入邊，感到最愜意同埋舒適嘅一場，可以喺現場同各位零距離交流。最後佢仲驚喜宣布新一輪巡演《房間裏的大象》即將啟程，各位 Rainy 嘅粉絲期唔期待呢？